小公主啊，怎么啦？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发现你今天 PO 的文章都是一些很伤感啊、分手啊之类的东西啊？哎，你之前不是这样的啊？跟男朋友吵架了？为什么？是他欺负你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等下叫人。不是啊。今天你回家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打电动，他把女生到家里来了。哦，网络上的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这种绿茶真的很多哎。那，哎，我今天打游戏也碰到很多个。哎，不过你知道的，我不是很喜欢这种东西的。哎，没想到你男朋友喜欢这种东西啊。他也不脑子里面拎拎清楚的，他明明是有女朋友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等我一下，我听到你笑声啊。哎，放下心情啦。这些影片呢，是我以前收藏着，想要什么时候不开心呢，就拿出来看一看。结果像你小心了呢。哎，要不要过2天出来啊？我带你去外面逛逛、散散心啊，然后吃些东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遇到一家比较不错的餐厅，而且米其林分数还蛮高的，真的。对，听说还蛮实惠的，要不要一起去试试啊？很近的，很近的。啊，那就这样约好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怕你男朋友等一下误会我们两个关系了，而且我说过的嘛，一定不会让你不开心的。等一下男朋友又怎样怎样的，你又不开心了，那不都是我的错了吗？啊，没有关系吗？那好啊，那过2天我来接你啊。嗯，哎，哎，对了，你之前是不是买衣服了？啊，对啊，我说就是那件格子衣服啊，配上你那个短裙，超级配的啊，真的。哎，我希望你下次就是过2天不是要出来吗？你就穿那件衣服啊。啊？什么？啊，你要发几张照片啊？我看看。嗯，这几张都蛮好看的啊。啊，哪张最好看？我觉得第2张啊。哎，你也觉得？可是你男朋友觉得说第2张太暴露了。哼，这都什么年代啊，他还在想这种东西？女孩子穿暴露一点怎么啊？对不对？自己喜欢就好啊。哎，相信我啊，你眼光真的很好，所以不用管他。嗯。哎，话说啊，像你这样好的女孩子，你男朋友是有多大的福气啊？哎，我可没有悲伤啊，我只是羡慕啊。我羡慕你男朋友有你这样好的女孩子，就算生气了，也不跟他闹分手，只是一个人默默承受。哎，是不是好久没有人夸你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一夸你就笑，一夸你就笑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既然你男朋友知道你现在已经生气了，你就不要主动去找他了，让他来找你。搞得等一下他以为你真的失去不了他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虽然我知道啊，你是真的很爱他，但是男人不给他一点过格的惩罚，他是不知道的。他会以为哦，你这样做没所谓，那我以后还会继续干。所以啊，等他来找你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你之前不是说要我
帮你男朋友找一个工作嘛。他最近每天歇在家里面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干的。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，就是他想要的那些事情都符合的工作，我帮你找到了。当然是凭我面子啊。只是我现在，因为我这身份跟他去说的话，他肯定生气啊。生气之后，可能这么好的工作也等下失去了。毕竟那位置很抢手啊。所以，我想你们两个和好之后，你跟他去讲啊。我不辛苦啊，我只是做了一些我该做的。毕竟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费这么多心思去整这些事情啊。要真的要谢的话，让我男朋友谢你就好了。那不然我先挂了。还想再听听我声音啊？怎么了？没有男朋友陪着，一个人睡觉害怕啊？好啦，那今天我等你睡着了，我再挂好不好？那你现在在干嘛呢？看别人的 po 文哦，有没有看到我的？是不是觉得我又变帅了？好，自肥一下。你看你又笑了，真的是。你男朋友是多没让你笑啊？随便什么事情，我一开玩笑你就笑的。是吗？他最近总玩游戏，都不跟你讲话的。你跟他说了，他也不笑，不声不响就一声反倒是今天那个绿茶，随便说2句，他就笑起来了。我觉得他跟那绿茶在一起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打扰你？好啊，不管他了，他的事情越说越气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，你再看一会儿po文，你就睡觉吧，已经很晚了，而且今天心情不好的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会变老的。我才没有骗你呢，你又很晚睡，又很生气，心情又不好，对不对？3种东西都是会影响变老的，然后你还全部都在，那不是老得更快吗？说不定你现在一天就等于别人过了1星期。好，呸，我没有讲。放心啊，就算20年之后、30年之后，只要我还在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。你有什么烦恼的，都跟我讲，我也都会倾听的。不要说谢谢啦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可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啊。到时候可不要嫌我烦哦。好啦，那你现在边看po文，就边听我一步一步来策划我们过2天要去外面玩的一个事情吧。首先呢，我要把你最喜欢的饮料都给带上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你喜欢喝可乐，但是最近呢，和着小姐妹一起就是迷上了苏打水，对不对？我都有研究的啦。然后对，防晒衣、防晒帽都给你准备好，你自己不用带了，我帮你带好就可以。对，你的脚是36码的，所以
车用拖鞋啊之类的会帮你准备好。我们呢，先去那家米其林餐厅呢吃好饭，然后去玩一玩游乐场。等到晚上4、5点钟吧，我们再去看场电影。到个电影看完应该是7、8点了，我们再去吃个晚饭，然后送你回家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真的是个计划通哦。那是啊，跟你出去肯定是要把计划打好啊。哎，我总不可能没准备的邀你吧？那到时候多无聊啊！啊，你每次跟你男朋友出去玩，他都不知道准备，每次都靠你啊！哇，那不是真的很傻眼吗？真的是啊，所以你跟你男朋友好像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出去过啊，都是各自忙自己的。唉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本来想着有个男朋友可以好好照顾自己，结果呢，反倒是自己变成了他的妈。唉，倘若我是你男朋友啊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，我只会更呵护、更贴心。知道我好吗？唉，放下，我的好为你保留着。等你不开心，等你很烦恼，等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出现了。好啦好啦，哎，又看了一下时间了，可以把手机关掉了。放心啦，手机放在那边不会断掉我的。快躺下吧，可以睡了。闭上眼睛。哎，我听到你的手在碰什么东西哦。喂，你该不会床上随处一摸就是洋芋片吧？晚上吃这种东西会胖的啊。心情不好就在跟我打电话之前就已经吃很多了。唉，难为你了。唉，没事啊，我只是为你的遭遇感到很痛心啊。明明之前都是小公主的，被我们细心呵护，结果到了自己喜欢人的旁边，却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。凭什么你这么好的人，就会跟他在一起呢？唉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快睡吧。啊？怎么？要我讲个故事啊？什么故事都好吗？好吧。从前呢，有座山，山里呢有座庙。好好好，不听这个故事啊。那我给你编一个吧。从前呢，有个男孩子，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。女孩子呢，也特别喜欢这个男孩子。然后，他们就幸福的在一起了。结果有一天，那个男孩子说：“我不喜欢你啊，我喜欢上别人了。”女孩子说：“为什么？”男孩子说：“没有为什么，因为就是不喜欢了。可能你太啰嗦了，可能你太烦了。”但是那个女孩子说：“没有啊，我跟我其他朋友都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他们都没有觉得我烦的。尤其是……”男孩子说：“我知道你要说谁了。如果你这么喜欢他，你就跟他在一起呗，干嘛要跟我在一起啊？我喜欢上他了，那个人是你闺蜜。”女孩子有点震惊，但是她不敢相信
每天跟她嘻嘻哈哈的闺蜜，竟然也喜欢上了她的男朋友。女孩子哭了，她很伤心。男孩子头也不回的跟那个女人走了。一个人从她身后给她披上了一件衣服，然后抱住了她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精神抱住了女孩子。那天仿佛在下雨。这个男人其实也根本没有出现在这个房子里过，是女孩子幻想的，幻想这个跟她已经认识了7、8年的男人就在她身边，用最温柔、最呵护的语言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女孩子，你是最好的，他不要你，是他不懂得珍惜。女孩子流下了泪，但这一次她没有哭出声，她静静地感受这份温暖，然后缓缓地睡去了。晚安了，睡着了就好。那个男人不值得你为他这么伤心的，傻瓜。就算所有人都不要你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睡吧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